各位朋友，大家平安，大家好。今日咱来读王雪红老师这本，咱来读读，这是王雪红老师的第二本册。第一本是我咧唱歌，第二本是咱来读读。到第三本是算你教台语吧，第一本是王雪红老师的人生故事，所以讲参考。你若伫网络顶缘，应该再找到真侪资料。我伫即个叫做啥 Clubhouse 吧，同时间有伫咧算做伙读晓，就是开两个讲道安尼，所以就拢参考。我暂段时间，我来甲一寡连结分享一下。敢若是毋是佫有改版是安怎？无确定。好，应该这是王雪红老师的册你伫网络顶可以找到真侪相关的资料。当然，即马用台语的资源足侪啊，所以你若有兴趣，其实你会使去参考看下。我来这边，因为这本咱来读读就是。敢若是讲有伊的读者还是学生，想要读王雪红老师的文章嘛，就转去问，问就转着甲遮个相关的文章线爷爷嘛，线到倒位去的，伊就甲伊一做一伙，捡起来成做一本，咱来读读啊，所以会使讲参考。民生过去嘛有一寡学习台语文的节目，讲台语当就是即内底嘛有真侪资料，通过参考，所以我嘛甲捡起来大家分享。当然你家己去找 YouTube 顶悬，遐资料完载啦，这本册伊敢若有电子档，所以当有的图书馆反正嘛会进这本册，所以你就挺好去找去借着。所以佫有一寡资源，学台语的一寡资源，专业的学台语的知识，就是网页、网站，甚至迄个啥，我会记敢若是倒一间大学，伊嘛有针对认证考试开课。我敢有看到历史节课5000几块遐，敢若是安尼，我袂记得，所以可能就是会使讲参考吧。可能我有一个啥物物件爱处理一下呢？原来是这个物件。时间过一2分钟，阮即项就是特别时间，毋是到7点，做伙来遮读歌册。9点进前咧，9点进前随我意，我继续读一本拿春水的第3本小说吼，开火结子。我这开火结子袂说是亲情莫计较 plus 4分的客兄安尼。好，往听，因为暂时嘛也无其他的朋友来，我就来读。嘛读到48章啊啦吼，龙妹仔囝，金鸡厝无拍家老，松原看伊是阿草，翁某当机甲倒头，设定台悬3工后，祭祖讨有做伊走，冬来变身真硬斗，久来金鸡嘛吵闹，拄破鸡龟看透透，松原欠500，清付400。后手要100，搁按半冬。乌道的兄弟半声半就允伊，歹芳的是要去倒位约迄100个，半冬若到，白嘛是爱演落去。松原知影金鸡即阵有卖台南旧厝的银票啊，囥伫
下包仔内。若讲开喙，甲伊踅100块的钱空，金鸡决定的印好，100块迄是大圆细圆的，生理人的100块等于100万，迄个1块等于1万的概念。因由是金鸡孤独甲无亲无情，阁毋捌出门，逐工覕伫厝里攞迄台电视看连续剧、歌戏，毋捌看报纸，无去社区行搭过街，根本就毋知政治经济有啥物变化。就准讲有风台崩山厝倒甲地死人以外，甲伊嘛无地带，阁较毋知影。即阵松原的手头早着母狗前无救兵，后无牛草会砍站，几粒脱壳，几粒头壳，还佫雕伫10当前的记忆。瞄准松原有正大的事业伫当时运作，逐个日拢趁甲油洗洗。另外一头为着要甲米子做厝边，松原专工。带金鸡去看2-3间厝，认真讲，金鸡拢有介意，毋过金鸡是一尾无路用的软脚蟹，袂堪得行2步仔路。虽还讲伊骹酸手软，指责袂了，就交代松原买上鸭尾迄间，吩咐松原紧甲手续办好势。伊赶要搬入去住，佮叮咛大师讲，名若过好，厝客权状爱摕来交我才要付尾款。金鸡会安尼做，嘛是真国不忠的。因端是伊陪酒卖身，规10当数列一个西徛，若扣掉，互老母摕去瑞丰的透天厝，佮斗出卖主红退婚的赔偿金，差不多总打去啊！听候45岁互阿江包饲，是照规啊领所费，拄好用领。啥潲嘛无剩，较万幸的是阿蒋有互3个细姨一人一间厝。大东路这间真正是金鸡上尾住的观察本。后来阿蒋掠去通仔堡镇，真侪甲金鸡有冤仇的人，亲像饮霞、春潮，拢钱活来，啥物歹空的拢捡做一伙。要找伊输赢，才互伊坚心要卖台南的厝，搬来家己甲米子做厝边。总啊强啊，剩即块果册尔，嘛是爱顾好条，袂使拍家老去。过一个日了后，阁有2组生理人提早就到日的票期。阁有2组生理人提早就到日，阁有2组生理人提早就到日的机票来甲松原讨钱。松原家己有了啊淡淡伫心肝内暗算讲，即关歹过啊，会当斗3工的剩金鸡迄间厝尔。然后再调甲金鸡的厝变来银行运，所有的糟心八百。甲艰难困苦，就总透开，即声就冒死啊！毋过要安怎甲金鸡拐去银行借钱，正经是头较大心。若干那松原出面去借，是有淡薄仔怪笑。若讲招老母米子同齐去，嘛是无介哈。假使讲带贺玲做伙去，凡事较有搏面。因有时金鸡不时就学了贺玲是一个真有礼数、性地温顺、傲气家，阁真好女德的负责人。若招伊出喙去勾正金鸡，好咧甲央托决定一笔一着。毋过简一个日前，贺玲为着松原第5岛斗火价，去甲头壳庆宴，强要脑充会才甲松原办理的，安尼就歹理力啊！而且咱2字就，安尼就歹理力。有一天拜六，
松原带5岛迄个号做阿娇的伙计去爬石亭仔的皇帝殿，爬到轮顶有一个双车路，拆做东西方两座无共势的山路。松原就讲西方较悬，较少人来行搭，咱就行遮。行到一搭斜斜，搁像青池的石壁，阿娇讲要小休一下，坐伫土堆边仔，有斟酌着真侪细细丛仔，抹伫徛柄顶悬的怪草啊，一瓣一瓣红红的叶面片开开，亲像头前安尼。顶头阁有真侪粒清清金金的水珠，伫日头骹死一个，一捆仔久着细只蜂仔活来，应该是潭边的缘故。像丝线遐油的骹腿沾着水珠，喙都还未输着甜。头前仔形的叶面随凹暗。甲蜂仔脚夹着，善良就袂开。阿娇随甲咬伫后壁喘甲袂得力的松原休讲：“你紧来看，即款草啊会食虫，真厉害呢！”中文是讲猪笼草，我毋知猪笼草的单语是啥。好啦，因时间超过刚才，还袂有其他的人，我来找看卖啊。迄个猪笼草的。台语是啥？你紧来看，这款草会食虫呢，真厉害！这可能我毋知搞定有，看卖啊。到底无收，安尼我看。找台语有无？到底无收猪笼草。这两天昨下当时找台语敢若歹去，是只好编纸本的张龙这本，变来豆豆现。看卖，我记得说猪笼草，不走，有大华山顶艺术店啊，叫做猪笼草，叫你读猪笼草。猪笼草，好啦，猪笼草就猪笼草。新闻教授大概无需要看，是嘛无迄种。对，无，新闻教授无，敢若大华山顶艺术店收一个猪笼草，会准入来。我拄也是咧读迄个，规个记内底有一个。草会食虫的迄种草啊，有这种草会食虫。好，来，先来读咱来读读剩10篇尔，10篇预计是无其他意外是5天啦，5届读完啦。安尼我先读过，我看1、2、3、4、5段，我读2、3段。好，来，71篇。蝴蝶公主，我细汉住高雄市里仔内，毋是市区。对学校转来厝里有2条路，若行大路，店坐车坐，青阳灯爱经过；若行小路，有圳沟有水田，会当慢慢行，看看算。免讲，拢嘛经细条，拢嘛经小路，较趣味。到呾想着。行伫春天的田路边，心肝椅仔也是笑甲汤干蜜甜。阮放学拢嘛笑头笑面，穿白色的靴子，
若是个吊带裙，吊带裙，若像伫天顶飞的白云。阮伫感觉是个弯弓帽仔，袂似路边对春天的风摇来摇去的花蕊。查某囡仔早就甲鞋仔脱落来，鞋带甲做伙吊伫颔棍，撩准到咧耍水。阮查某的较毋敢，就伫边仔看，念伊喊讲要甲因爸母斗，念伊就爱细字，莫去互因泼着水。因哈要甲阮泼互淡，阮就紧走去倒位？走去入飞啊飞的乌蝶。我先读到这，准备你应该再直接甲读完。我上爱春天的田花边，入乌蝶，因飞伫空中，哪咧跳舞？因伫花蕊，哪公主穿水水咧看你。我捌把手伸出去迎接伊，一两摆啊，因会乖乖啊无来我的手里。我嘛捌互同学看着伊，停伫我的帽仔顶。可能乌蝶嘛知影我袂害伊，当时啊，我会甲双手展开互因摸。我即只假乌蝶摸袂惯，只好抬头看因伫空中甲我握手讲，后摆才阁陪你耍。我都市囡仔，捌的通拖，无几款，除了乌蝶，剩的拢若像怪兽人共款。我的手拍网仔，落到遐，摕树林也好势，3000拖放加蛇，射金龟绑伊的骹，哦，蛇裤仔无，蟋蟀啦，迄是蟋蟀啦，蟋蟀啦。好时阵啊，互因相搭，相加掠好金菇，转来规网大。新年田园才甲放互无，才会恐怖事件，拢互我心惊惊，嘛足对不起因，惊后悔呢。细汉人咧死行，细汉人咧死行，别人意思吧，应该是别人吧。细汉人咧死行是牛啊，讲要互变野，我嘛是毋敢，我干那介意蝴蝶，那公主的点睛有啊。是吧？那个要读咯。你会使直接读完好啊。好啊。总用5段。当 TNG 当。当3个4个，凉冷的春风吹来，树仔顶发新意，春天温柔的日头光，对树微芳压落来。这是压 IA 压落来。对树微芳压落来，花蕊草啊拢悄啊水，蝴蝶拢收信量，会出来跳舞。虽然我细汉的田花小路，圳高已经变大楼，
做好放学的囡仔伴嘛已经老，好一定的病，游玩热春风春天的花蕊，游玩看春光咧笑，好着公主一直带着我永远春天的情宝，甲我佚佗。感谢。真有当遮一寡字词，可能为着要读你的腔口，就家己字会减去安尼，我就无去。所以可能你是较适合听人讲，然后有你家己的想法去写作安尼。当然每一项迄个啥，惯势也是迄个啥，较流利，也是较他们在呀，味道，就是讲你每项搞的项目拢无相款就对啊，所以我哋找到家己较我的发挥方向去就好。啊，当然这种阅读就是安怎讲，知念迄个字安怎写，人安怎用迄个啥句型句法吧。因为读别人的作品嘛是一种学习啊，都毋知台湾你有啥物想法看法？要一段吼，我感觉会一两三四哦。讲虽然我细汉会参话小路，伊安尼讲，敢若我无啥对咧。虽然我细汉的参花小路准到已经变大楼，细汉时啊，就是可能就讲，有啊，伊无写诗，敢若文法就无写对咧。我是感觉我有当嘛会安尼讲啊，因为即种汉语的有不了侪时阵是会省略一寡字啊，伊一寡省略去啊。啊，我是读了是不了顺啊。当然，该写较详细，迄绝对无问题。啊，若要省略的时阵，敢会使安尼省略？对无？因为有一寡词。细汉时对吧？伊在讲伊细汉的时阵无毋对嘛。啊，当然你讲细汉的参花小路，因为细汉就是已经是一个时间点啊嘛，敢会使算时间点？对，我细汉大汉嘛。当然，你讲大汉细汉是身材大细，还是年纪大细？即个讲法。啊，毋过咱有当初嘛是会甲细汉即个词当作是囡仔时嘛。啊，当然我就讲有可能。每一项迄个用字用词的惯势，或者是迄个词频无共款，啊，我是感觉我是 OK 啦，就是讲嘛是会使安尼讲啊。啊，当然我嘛毋敢讲，你讲毋对即条代志毋对，我毋敢安尼讲。我感觉你的交易是 OK 是存在的，啊，就讲你感觉就讲迄是伊的作品，啊，当然伊即个作品，我无确定伊即篇文章敢是捌去投稿过。啊，有去用雕过无？我毋知影。总是即马甲伊调出来，讲做一篇文章嘛。啊，当然，若准讲是你，就是讲，咱看着时阵，我会使去改写做我认为符合我的语境的嘛。我是安尼想，我毋知你有啥物共款无共款的想法看法。我来写，我会讲，虽然我细汉时，虽然迄时啦迄时的参花小路，我会加一上尾我加一时间的时，啊，若无就是讲，我细汉行过的参花小路，这拢无，敢若细汉我就感觉，甲你的语感差足多就对啊。对啊，啊，我是有当就是，我就讲你的摇语 OK， 我袂讲袂使你变安尼摇语啊，我袂安尼讲，因为真正我就讲有当伊咧描述的时候，每一项语感是无相款的。有可能，咱嘛无写过偌侪字出来，互评判过，啊个互调过到，我都看出来是安怎嘛？因为有当初就是会有一个训练，还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啦。啊，所以我就讲，你家写较完整，这绝对无问题，对。虽讲讲我细汉的时阵所行过遐个参花小路，准到已经变大了，是咪就足完整的无问题嘛？啊，这样就讲，
要安怎省略，搁会使成立，或者是相对较大多数的人会使接受安尼，这就真正有当作是迄个作者的迄个啥讲的。嘛有可能，伊伫咧控制即个字数的时阵，无小心甲迄个词刣掉，反正搁转去问王秀老师的时阵，伊可能嘛讲出来一个答啊，迄字数去互刣掉去，无应该加入来，嘛有可能啊，嘛有可能，我毋知影，我们问过即个问题。即有当初我家己细汉时，我是感觉安尼读嘛，对我来讲，我感觉顺顺安尼。无可能我是错，我无可能啊，我不得确啊。安尼，搁会使来读一届。安尼讲我读，你读头一两段，我读后壁三段。我念公主，我细汉住高雄市。伊啊来，伊迄是伊咧伊咧，我咧唱歌即本册内底就讲伊住诶所在啊。伊啊来。高雄市伊啊来，就是市区对学校转来处理。哇，这是转来吧？对学校转来处理，对学校转来处理，有两条路，若行大路，业多车多，天红灯爱紧过；若行小路，圳高田水田，会当慢慢行，慢慢算。边讲，拢嘛因小路较趣味，较当想着行着春天的田路边，心肝椅啊，游玩笑甲糖甲面甜，阮放学拢嘛笑头笑面，穿白色的鞋子，若是吊带裤，若像天顶飞的白云，阮伫蓝仔色的满公帽啊，袂输路边倒春天的风摇来摇去的花蕊，查某囡仔早就甲鞋啊烫落来，鞋带干。鞋带，你毋捌做过即个动作哦？你敢毋捌做过即个动作？鞋烫了，鞋带甲做伙安尼啊，排你身躯啊。还是你的腔口？鞋带结做好，结应该是结吧 ，KAT 吧，结是结婚嘛。嘿。鞋带结做好，吊伫红棍，撩准到咧耍水。阮查某个看甲就伫边仔看，连咪看讲要甲因爸母斗，连咪着爱说理，莫去互因看着水。因遐应该是哈啦，哈恐吓的迄样样。甲阮看互答，阮就紧走去倒位，走去约宝的乌店。好，来，我读后壁这三段了吼。我上海伫春天的田岸边约蝴蝶，因飞伫空中哪咧跳舞，听伫花蕊哪公主穿水水咧看你。我捌甲手伸出来迎接伊，有一两摆啊，因会乖乖啊飞来我的手里。我嘛捌互同学看到因停伫我的帽仔顶，可能蝴蝶嘛知影我袂害伊。有当时啊，我会甲双手展开互因飞，我即只假蝴蝶飞袂悬，只好举头看伊伫空中甲我下手讲，后摆则搁陪你耍。我都市囡仔捌会通拖无几款，除了蝴蝶，剩的拢若像玩树人共款。我用手拍网啊，落到遐，摕树林拍雨神，3000拖啊讲加纸，成金龟绑伊的骹，互细圆箍啊飞，乌蟋蟀啊，互相搭相夹，掠火金菇转来关网搭，心念参呢才放互飞，这个恐怖事件，拢互我心惊惊，嘛绝对不起伊。
真后悔呢。细汉人咧时行饲牛仔，敢要互变爷，我嘛是毋敢。我敢若介意蝴蝶那公主的点睛优雅，到当逐冬3月、4月，凉冷啊凉冷的春风吹来，树仔顶布新意，春天温柔的日头光对树微芳压落来，花蕊草啊拢笑笑啊水，蝴蝶拢守信用，会出来跳舞。虽然我细汉的田花小路圳沟已经变大了，做伙放学的囡仔伴嘛已经变老，毋过天顶的白云犹原对春风咧飞，春天的花蕊犹原伴春光咧笑。蝴蝶公主一直带伫我永远春天的城堡，甲我佚佗。伊这个词就讲，王秀老师伊嘛捌讲过，就是要押韵真正无简单，有伊困难的所在。所以伊咧写的时，有伊的腔口去押韵，但过准伫你的腔口的时阵，可能就押袂出迄个韵吧。头前两句嘛，第一段头前两句，若行大路，店坐车坐，青灯爱紧过，伊就是押话的韵嘛。当然对你的腔口来讲，可能全走去就袂有即个腔口啊。所以你若要对伊要学伊有押韵的时阵，变成你就爱去改字。若准我要押韵啦，当然，伊写的文章是安尼生，当然就读念的时阵，当然就照读伊迄个字嘛。当然，个人的腔口是遵照个人的腔口啊。伊所写是遐个字，反正遐个字就是遐个意思嘛。伊教的声音档，当然是王秀老师的腔口嘛。伊就讲伊高雄遐，因为迄个时阵，因为虾米要经高雄的腔口，上面就讲嘛。北部人、台北人，家己先放弃讲台语的嘛。第二，高雄这个城市当地发展，若无紧甲因的腔口记录落来，安尼因有可能因的腔口就可能参像台北安尼，就南山走去安尼。所以听伊讲，这是因苏当时校订为虾米要甲高雄腔定做优势腔，这是其中我所听到的原因嘛。可毋知准有啥物想法看法？即个讲，因为讲腔口是讲伊无共款腔口用力就无共，思考嘛会无共，所以可能意思要写共款意思的吼，是写出来就有啥共，这是第一个吼。第二个讲，因为押韵即摆有功夫啊，有一押韵的迄个。对，就你有去找，去甲韵，你甲韵弹入去，伊就找一寡字，互你参考啊，你就使去种的。你家己咱起来斗。对，迄个歌册小词典就敢若有即个功能的款吧？因为伊迄个歌册小词典敢有3本，2本是伊订落的遐个歌册的话句，敢若拢大部分敢拢1%，或者是2%啦。然后佫有一本，就是你去找讲啊，有即个韵母的，有即个韵的，是有啥物字，遐个字有啥物，曾经有啥物歌册的话句有出现过，伊就甲调出来讲哦，这个韵伊有啥物，有倒几句安尼，所以迄嘛算怎讲，有要写册尤其写歌册即种的，就是会使参考安尼。好，玉林嘛来啊，三里嘛来啊。拄仔读的是这篇《蝴蝶公主》啦。当然，这就是王秀老师咧写伊囡仔学生时代的啦。这篇敢若无伫伊的我咧唱歌内底的文章，我印象中敢若无，因为大概袂安尼头一步，就是讲，我咧唱歌内底的50篇文章。含即个咱来读的文章，有1篇2篇会相共，我应该是无啦，我印象中是无啦。毋知大家恁个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？这种作者有查某写的吼，较有哪啦吼，我写的吼，我会记的吼，细汉的时阵足热的嘛，你应该你有讲你放迄个去图啊嘛。对啊。我是吼，我是去参因为。阮的厝边啊，去厝
那讲通田啊，有人嘛，有人种田啊，有人饲牛啊，啊，就迄要去钓迄个田蛤啊，对，要怎钓？先用手甲一只掠起来，掠起来之后，掠起来了后呢，甲伊后水甲带落来，啊，再用手车啊，甲迄个接车线，甲绑起来，绑去做犁啊呢，啊，甲伊后骹甲绑去，啊去钓其他的，钓，足残忍。所以就是讲，当然就是讲，无共性别或者是心理上的侦查，伊写出来的迄个内容还是方向，当然就无共款嘛。所以每件就是由伊迄个啥，无共的方向，无共的考虑，或者是性格写出来作品就无共嘛。准讲你嘛来写一个蝴蝶公主，你描述的方向就无共，或者是讲王秀老师这篇《蝴蝶公主》是咧讲伊囡仔时代这个故事，啊，对你、对我、对咱来讲，咱要去写囡仔故事的时阵，嘛无一定会写着这啊，或者是嘛含这有淡薄仔牵连，迄个背景、迄个情景可能共款啊共款。可要讲，拢讲，尤其小学生放学了，就是敢若耍嘛，我就讲啊，囡仔人就是敢若耍甲困尔尔，就敢若耍甲困尔尔。你学校上课，讲实在，有当阵啊，尾仔想想，其实你学校遐个知识嘛是无路用嘛，啊，毋过遐个知识是一种基础嘛，成做咱的背底嘛，啊，所以这尤其现主时的咱，透过台语，咱会使安怎去教，咱想要表达的，啊，透过学习，而且透过你已经知，佮家运用出来嘛，我是安尼想啦，妄参考。那毋知大家恁个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？安尼，咱现在来读后一篇册芳。这册芳，伊这是两三四五四，好啦，我读两段倒的吼，啊，准得读较大段迄段，啊，然后玉玲甲珊妮才讲一段，或者是有人要，咱先来一段一段啦吼，啊，然后才看啥物人自头到尾安尼，因为我就讲这读起来其实大概就。因为伊这长度差不多3分钟以内就读完了吧，慢慢读嘛是相款啦。来，咱读第72篇册芳。这两字要安怎变调？册芳名词，册的芳味，册芳一句，册是芳的，拢是芳个有味。我头一摆闻到册芳，是小学5年去图书馆借安徒生童话集。本底是看到新水水，闻到有新册的芳味，想袂到看甲芳味变趣味，阁变出我一世人的勇气。对，这另外哩。所以就是这个腔口差的问题啊，对无？你讲牙嘛是这字啊，对无？啊，当然，你是讲天鹅，天鹅是可能我咧讲天鹅还是安那？因为天甲天，这算文白音嘛？腔口差文白音吧？天甲天是文白音吧？吼，啊，所以因为都是对英文来的啊，英文这到底是先翻做，应该是先有台语吧？我无确定，我唔知，啊，你家决定吧，你的腔口。天涯公主的主角，甲我同款是处理上细汉的，因忍耐痛苦，就要叫11个名歌，互我发现，只要我认真拍拼，我嘛会使救阮兜的善车。后来我阁看到买啊，这是啊 ，AHR。买啊！你叫华语看去啊，叫华语看去。买啊！迄篇真正是我的救星，治好我的身边，因为第3年啊，一阵查甫同学我无留地，我用规桶垃圾污水对2楼上准我的头壳，我落架
规身躯淡糊糊，哦，这个是落，这个是淡落落，这个是落。淡落落，淡落落。伊是目屎甲规面的水，早着温袂清，嘛保袂离。我毋敢甲阿母讲，惊伊艰苦，嘛毋敢甲老师斗，惊歹囡仔讲我斗啊，会甲我，这会里甲我，这里是工，你莫甲工，嘿，会甲我工甲愈忝，我气甲艰苦甲，毋过我无可能做罗马，甲因拆食落饭，互因好看。我干那会当甲目屎吞落去，喙齿管加咧，好好啊读册。我要互因好，我要互你叫头前怪去啊！伊头前是互因好看，即马是要好互因看。你我要好互伊看，无要互人看衰，要互因赢甲目睭仁跳出来，跳甲无对错，无对错。我看着歹鸭，互人啼笑。咱看着互人看无的家己，嘛倒咧流目屎，看着因变做正港的天鹅天爷，我欢喜的目屎就讲袂牢一滴滴。对，我就是迄只上水的天爷。好，感谢。当然，鹅甲鸭是腔口差啦，吼。啊，即马这是完全另外一种动物嘛。啊，另外一种动物的时阵，当然迄种腔口差有要甲伊引出来即搭食无？我毋知，伊这当然即马台湾有引进啊嘛，敢毋是？就讲啊，鹅较早就有吧，嘛是用引进的吧？好 ，OK 好，天鹅天鸭，有你无去？来，三年我你读，好无？我你读两段。好，这个 HH 我不在想，好，我来继续。这个迄本胖胖的囡仔册看了，我变甲足爱看册，搁走去册局看，就被高端，搁愈来愈有自信。戏馆边徛久嘛会晓拍片，我看做只遐高写，就偷啊学甲会晓用金言玉语，搁互老师紧去参加教会作文比赛。迄句毋听老人言，食亏在眼前，定着有加分呢。徛伫台顶，摕着奖状，摆鸭，应该是摆鸭吧？摆鸭有影感觉已经变做一只会当抬头行头前。会当做人做己的天鹅啊！我要用自信甲眼去飞上天。哦，这搁一段，毋过你甲读完嘿，有零无？有零。试完敢要读，试完要野手要来读无？伫群组有哦，上尾一张，上尾一拍。好，来，你先甲读完去，大家看朋友有兴趣的好。搁来读，这个摆鸭变天鹅的美甲无别项，就是片册芳，当开合作
注册，人拢在怨叹册伤重，排袂叮当。我是一本一本对头掀到尾，搁掀倒转来，笑眯眯念念片，在享受新册一阵一阵的芳菲。知影芳菲会变趣味，知影一字拢有珍贵的启示。好，感谢啊！所以就是王秀老师咧讲，伊去用破迄垃圾水啊。第迄个我咧唱歌内底，我袂记伊是倒一篇，伊就这是小学的代志嘛。所以就是我就讲王秀老师迄本我咧唱歌，伊是一年经，伊甲伊过去一年，还是一下迄一年，就家写做浓缩做一篇文章写出来，啊嘛有去讲到这段，所以有当时对咧读时嘛是感觉心头酸酸，就是讲有个人真正就是会真悲惨，拄着这种人要甲创治，要甲利咧，甚至则讲啊要甲讲，吼，伫即个徛算第三段中啊，即个嘛会甲我讲甲愈忝，所以这嘛是一个，这就是霸凌啊，对，这就是霸凌嘛，啊，只是在迄个时代无即种对讲嘛，甚至各有集体行为的，对无？老师联合起来去欺负别个学生囡仔的嘛是有嘛。当然，即马当然是袂使嘛。啊，所以看到王秀老师咧写的时阵嘛是有即种，怎讲心头酸酸的迄种感觉的。我毋知咱大家恁朋友读完了有啥物想法看法？有影可能是伫册内底找着力量，无吼真正拢互人笑讲这无老爸，啊你嘛无法度家反驳啊，啊就这变做讲真简单，毋过做粗残的迄种一种批评啦，毋过可能真正有找着力量。就是讲。每一个人就是伊有伊的方向嘛，啊，只是有当阵啊，若无一个较适当的人，甲伊牵，还是甲伊引带，安尼有可能就怎歪去啊嘛。啊，即摆的社会当然和以前佫袂逼一啦，只是讲有当阵啊，即种歹心乌落洞，歹心歹行这，有当阵是甲每一个人性格。有真差嘛？有个人就是讲，看到一个咩讲，就讲看伊生咧，我就想要甲讲啊！有个人就是这种个性啊，我嘛袂晓讲，伊真正就是捌听过这种，看过拄过这种的嘛，伊就是认为伊较强，伊较勇的是安怎嘛？啊，当然这敢会是原来嘛和家庭教育有关系，我毋知影。伊就讲，另外伊自小学5年啊嘛，去图书馆借册，有看到即种遮的册嘛。啊，只是我毋知各位朋友咧读册时阵，啥物时阵才知通去借册？我敢若无遮早咧，就是毋知影咧。读册即种物件，我毋知各位朋友安怎想啊呢？王秀老师这是讲，新的册拢有一个味嘛，尤其学校的册，是毋是一直以来拢是用彩色的印刷，啊，迄个彩色的纸，印彩色的纸嘛，敢若含，可比讲咱现主时，咱来读一本册，还是讲大部分市面上的册，拢毋是迄种杂志的印法嘛，对无？杂志迄种纸。我嘛袂晓讲迄台语啥物纸，我毋知影，我无咧印刷厂，我毋知影迄种纸啥物纸。我敢知影中文啥物，讲印圣经的是啥物道林子，啊，杂志的是啥物雪童子，啊，啥物一般咱伫市面上的即种一般的册这，我袂记啥物纸啊。所以大概是三大类吧，是毋是？圣经的纸嘛，杂志的纸嘛。啊，一般即种市面上会使
买到的即种散文册、小说册的纸无共款嘛。啊，你讲即马有较侪绘本的迄种册的纸，迄种纸可能就含杂字的纸，我感觉还是较相像，就是金金骨骨，甚至会反光嘛。伊个光，我袂记伊迄敢若嘛有啥物？纸质有纸无共纸的名嘛，啊，过来就是伊用迄个纸的厚度嘛，对吧？伊印刷，你影印机的纸，我会记就是有80个到72啊，70几个吧。啊，上侪看到迄规包的，我敢若看过70几、80，敢有82、84，我袂记。靠印象就80到72啊，74遐吧。所以是无共的纸，人就讲，即个物件就是标准到一个程度了，你就要科学化去做。啊，所以迄个油墨印刷落去就是有味嘛。啊，这种味当然在过去可能毋是环保啊，你讲毒害无毒害毋知影。啊，即摆当然就是较严格啊嘛，可能是安尼吧。我毋知咱台顶的朋友有啥物其他共款无共款的想法看法。然后伊迄个啥，安徒生童话集，吼，啊甲天鹅公主还是天涯歌主公主吼，伊迄个摆啊，伊就有甲伊迄个英文写出来，啊天鹅公主无，当然知就知，毋知也是毋知嘛。啊，然后伊迄个摆啊，伊迄个解说，伊就甲伊安怎讲，用中文解说嘛，吼，有丑小鸭呢。啊，所以我无确定王小老师咧处理即种，这算外来嘛？安徒生童话集、天鹅公主这种算外来嘛？啊，外来时阵，为怎又敢若有处理摆啊这个有写伊的英文啊？另外两个无，我毋知影。啊，然后豆仔鱼这个，这我进前从来捌听到过，嘛是伫王秀华老师的册我才看到的。我毋知咱台顶的朋友，我毋捌听过这种讲法的，敢有听过，还是有啥物其他共款无共款，还是相像的想法看法？安尼有人来。上尾一段啦吼，上尾一段的第二刷，含拄则顶一篇啊，顶一篇334啊的第三刷，我感觉即个人伫即个遮应该是共款意思。338啊，即个遮当开学注册，人拢咧怨叹册伤重，吼，人拢咧怨叹册伤重，就是别人嘛，啊，所以。伫台语内底就是讲，迄个别人大部分都会讲人拢咧安怎，人伊安怎，人伊安怎嘛。当然有当阵，迄个人有当阵是祖囡仔，还是妇人人，伊会摕来做自称的嘛。要毋过摕来做自称的，迄可能是伫咧小说的对话内底才会出现。就讲，小说的描写着女主角，还是迄个女性的角色。伊咧讲伊安怎的时阵，迄个人才会变做伊的自称，人就坏啊安尼。啊，若伫文章顶悬就是差不多类似即种的。334啊，迄个第三段嘛是差不多，我感觉是甲即个共款的是。细汉人咧时行饲牛啊，迄是别人啊，人咧时行饲牛啊嘛。啊，这嘛是啊，人拢咧怨叹册伤重，所以迄是别人。啊，当然变调，伊就是变调嘛，因为。迄毋是重点嘛，高一字嘛，当然要详细讲，别人还是大部分的人，还是其他的人，伊安尼讲的时阵，大部分就是会甲伊讲一句话出来的人，大部分的意思拢是甲家己排除在外啦。所以拢讲别人嘛，人拢咧怨叹安怎，人咧时惊啥，人拢走去对，人那，迄拢是讲别人啊。所以我毋知咱。台顶朋友敢有即种类似
小活，还是共款，还是无共的经验，就敢若俊日拄则所讲的，顶级片是完全另外一种不了解社会做法。我细汉嘛是差不多有即种行为安尼。啊，到即篇的时阵，王雪老师真介意迄个册的香味安尼。有无有啥物想法看法？然后还有一个是338啊，第三座迄个啦吼。毋听老人言，食亏在眼前。我是安尼读啦，因为安尼较会倒句啊。迄个言是算文音嘛，是毋是？当然，伊原底有另外一个中语的讲法嘛，吼啊，中语当然，迄两个音，迄两个字，以中语来讲，就敢若一个音嘛。要不过你读台语的时阵，食亏在眼前，也是头前来安怎嘛。啊，因为后壁头前迄句是言嘛，所以一般来讲，即种这算成语哦，可能是语吧，就是拢较会有用押韵来理解嘛。啊，当然有当阵啊，转换语言的时阵，迄个韵就无一定押会出来啊。就敢若各位朋友一定拢知嘛，对无？近朱食赤，近墨食黑啊。迄用华语、用中语读都读袂出押韵啊。迄用台语才读会出押韵啊。近朱食赤，近墨食黑嘛。啊，所以当然，以即摆来讲，你无甲伊读出押韵，嘛无去改变伊的意思嘛。毋听老人言，食亏在眼前。嘛，我都理解啊，只是我的理解，我的想法是讲，可能大部分的人是会读押韵的啦。啊，当然，罔参考啦。然后，我是学台语了，才学到即句啦吼。啊，王秀华老师当然，家己要讲谦虚，也是家己口说啊，滚酸笑啊嘛，无讲甲遐尼白。就迄句啥？戏馆边的猪母，袂晓唱曲，嘛会晓拍片嘛，对，袂晓唱曲，IK， 嘛会晓拍片嘛，嘛是 IK 押韵嘛。爱只讲戏馆边徛久，嘛会晓拍片。啊，当然，即个拍片是咧讲，这是要讲迄个啥？听久、浸久、学久、看久了，你嘛会使有一寡学习到就对啦。你要怎讲？中无华语要怎讲？耳濡目染，哟，敢若是安尼。啊，所以好笑老师就讲。戏馆边徛久，嘛会晓拍片，吼，作者遐搞笑的，偷偷甲学安尼。好，毋知有人要按头到尾读一个无？好，来请讲。头拄即句讲，听老人言，食亏在眼前吼。啊，伊若要搁较文言的吼，还是讲布袋就讲。我听老人言，食亏在眼前。对，就是听老人，就迄个老人，就是搁甲读对文音去啊，就搁较伊日常生活无一定会读较遮尔。以我来讲，我感觉嘛足侪字拢会，毋知是因为囡仔时代听到老大人咧讲，怎啊读壳内底有迄个声咩声啊？不哩啊侪字，我嘛是拢大部分。第一时间拢会读文言音较济，当然是尾仔才知影，迄叫做文言音。啊，未学进前就是敢若知影讲，我敢若较常听过即种音，另外一种音敢若较无常听过。啊，我毋知影迄到底是啥物情操，我毋知嘛。当然，即嘛是正是学台语文了才知的，迄个美感也是真差嘛。啊，即个部分到即嘛就是变成讲无遐尼侪人有要伊啊，啊，毋过我感觉是，若准讲会使，其实咱应该是尽量甲伊学倒转来，我是安尼想。
好，安尼，准备要自头到尾读一届无？还是要先读？好啊，会使啊。安尼3年先读头前好啊。啊，毋过我先读。准你读迄段不哩啊大段，迄段差不多规篇的半篇的分量。安尼无好啦，准你读后壁2段啦吼啊，3年读头前啦，我读中啊这段啦，安就拢有读着啊你吼。安尼我先来读。你读2段头前底，头前2段底啊。好，来，这2字要安怎变调？册空名词，册旁字，册空一句，册是空的，拢是空搁有味。我头一摆闻到册空，是小下旧年去图书馆借安徒生童话集，本底是看到星星水水，闻到有新册旁字，想袂到，看甲旁字变趣味，搁变出我一世人的勇气。好，感谢。伊趣味甲勇气就是押韵嘛吼。来，这段我读较重的啦吼。来，天鹅公主的主角，甲我同款是处理上细汉的。伊忍耐痛苦，为着要救在的兄哥，我发觉只要我认真拍拼，我嘛会使救阮兜的善强。后来我阁看到买鸭迄篇，真正是我的救星，治好我的自卑。因为伫3年啊，一阵查甫同学骂我无老爸，阁用规桶垃圾污水为2楼上准我的头壳，甲我淋甲规身躯澹澹澹。迄时目屎甲规面的水，早就分袂清，嘛飞袂离。我毋敢甲母讲，惊伊艰苦，嘛毋敢甲老师斗，惊歹囡仔讲我斗仔鱼，会甲我干甲愈忝，我气甲艰苦甲。毋过我无可能做流氓，甲因拆食落腹，互因好看。我干那会当甲目屎吞落去，喙齿筋夹咧，好好啊读册。我要好互因看，无要互人看衰，互因惊甲目睭仁跳出来，跳甲无底吹。我看到歹鸭互人踢笑，哪看到互人看无的家己，嘛对咧流目屎。看到伊变做正港的天鹅，我欢喜的目屎就挡袂牢一直滴。对，我就是迄只上水的天鹅。安尼准定你。胖胖的，迄本胖胖的囡仔册看了，我变甲足歹看册，我走去册局看，看袂孤单，着袂孤单，阁愈来愈有自信。戏馆边，徛久嘛会拍片，嘛会晓拍片。我看作者遐搞写，就偷偷啊学，有甲会晓用金言玉语，阁互老师引起参加教学的作文比赛，迄句听老人言，正开在咱前，赢着加分的。徛伫台仔顶，摕着种子，摆鸭仔感觉已经变做一只会当掠头钱会当助己的天鹅啊！我要用自信甲雅气飞上天，摆鸭仔变天鹅的地头无别项，都是凭册拍当开学有册，若讲要换成册上当，还是应当。我是一本由头写到尾，我先做得来，就有意义。点点批，在享受新册，一阵会芳味，知影芳味会变趣味，知影一字一字拢有珍贵的启示。好，感谢。所以
我嘛是读助人助己啦，即个我是读文音嘛。啊，当然就讲种读遮的文本就是头解有当中一寡字词，若读无够侪解，就会无法度去掠讲，到底是要读什么音嘛？啊，这我嘛毋知咧，这是好佳在讲，王秀老师有家己读念的，有啥物咱会使参考。当然有一寡字我就讲，你会使你的腔口无问题。但毋过有当阵啊，迄真正对后壁要学的人，我感觉我嘛三无讲，这到底要安怎，互人会使免行遐尼济冤枉路，对无？尤其这边有一阵查甫同学，有一阵的芳味，啊，这汉字拢共款的啊。也毋过对，也未学着，也是也毋知伊就沙无，那有当初要读一字，有当初要读一阵，那是伊就沙无啊！这当然，可讲你工作基金会来处理的时阵，因敢若就会甲伊拆分开。我讲拆分开，就是讲归去因聊好，啥物用罗马字，啊，啥物用汉字安尼，这就大概就会使较免互读的人爱去判断啦，伊就记一个就好啊嘛。这可能是一种解决的方式啦。好，最后讲一字，第三组迄个当然有效是一个音嘛吼，也毋过即个效字，伫遮大概读效应该也无啥问题啦。到效月嘛，啊当然月有月的音，啊所以这坦白讲，我毋知，我无去听王秀老师伊到底读啥物音啦。理论上大概听王秀老师的声音来做准，无啥物问题啦。啊，即个效音是有一个有做下长hiệu，还是啥物系？就讲伊即个敢若嘛有大下，大下，就另外一个音嘛。啊，所以伫即搭遮应该是有效的效，即字无毋对啦。只是我当时伊其实有另外一个音嘛，大概是安尼。好，毋知咱今日个朋友佫有啥物想法看法？好，请讲。36字啦，吼，第二段啦。嘿。伊即摆是水啦，吼。我想着是讲，我用新点点、新插插。对啊 ，OK 啊，系啊。只是看到新水，过来就讲伊读字的时阵啊，伊迄个强度是毋是降低？本地是看到新水嘛。啊，不过伫只要敢有弱化迄个概念，新的啊，看到新水应该是。我是读看到新水啦，我袂讲看到新水，因为新甲水毋是个受词啊，伊是伊个补语啊，对吧？我是安尼读啦，我无去听王俊老师的读法是啥，啊，所以新当然你会使有你的写法，伊新点点水当当，应该是无问题。啊，不过伫即搭遮，伊是毋是有迄个无共的？情景意境啊，毋知这可能家己搁体会一下。毋知搁有啥物想法看法无？安尼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咱即个王秀老师即本咱来读就暂时读到遮，差不多后壁搁8篇，好拍算4解啦吼。啊呢，我就讲，因为7月是到无考试嘛，啊考试我就讲，迄个像迄天嘛有分享迄个114年度的迄个社会组的朗读稿，啊伊敢若是28篇，迄是毋是28篇啊？所以28篇是差不多，拍算差不多14解吧，可能是安尼。咱就王秀老师即本册读完，咱来读迄个哩，大概是安尼，目前是安尼拍算。好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咱来读即个，咱来读读，就暂时先读到遮。感谢大家嘅朋友做伙来读念，一326落去啊！嘛感谢大家嘅朋友同我哋顶管网读、网互相网交流。安尼今日读到遮，感谢谢谢，拜拜，再会。